清潔隊員甲民眾佇咧糞掃堆中詳細品撮，無放過任何角落，希望找回被誤彈的貴重財物。原來是台南一位太太佇整理家務時，誤將紅色放有黃金的具包當作是糞掃彈掉，等到發現時，才驚駕闖了大禍，隨即向環保局求援。永科分化廠接獲通報時，立即通知糞掃車暫停路料，並依照標準作業定數展開核巡。有民眾不慎把貴重物品丟入垃圾車裡面，然後請求我們協助他們去搜尋。那我們的平台人員也就依照規定把垃圾車引導至那個安全那個的區域把垃圾車把所有的垃圾卸下之後，然後等待民眾前來搜尋。那大概在8點40左右那個民眾進場之後，由我們人員引導至平台，然後進行搜尋。經過大概10分鐘左右就很幸運的搜尋到他的遺失物品。那經現場清點物品數量還有品質都沒有問題，然後民眾也非常高興的，然後跟我們平台人員道謝之後就離開了焚化廠。由於通報及時，糞掃也未送入焚化定數，民眾正緊在咧糞掃堆中找到裝有黃金的具包，歡喜揸到黃金財寶返去厝。環保局也提醒民眾，若是不幸將貴重物品帶入去糞掃車，一定要把握黃金救援時間，立即聯繫轄區的清潔隊，並提供時間、地點以及糞掃車資訊，以及掌握受運的路線。愈早通報，找回幾率就愈懸。若是超過2點鐘才通報，糞掃可能已經提去燒，屆時就算講投入偌濟人力，可能也難以找回。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